爾灣北木罕有4棟獨立屋，淨係使100萬就可以入手呢間頂級學區屋。跟住落嚟，大家跟住我鏡頭入嚟睇下。一入門口就見到闊落又光猛嘅開放式廚房，成個空間開揚大氣。上到2樓就係尺碼十足嘅主人房套房，全屋裝咗好多百葉窗，採光一流，住落特別舒服自在。主人房臥室同時設有浴缸同埋淋浴區，仲預留咗空間超大嘅衣帽間，生物雜物完全唔使擔心。由主人房行出，穿過光線充足嘅走廊，就嚟到第2間全套衛浴。行出衛浴，去到走廊盡頭係另外一間空間充裕、光猛嘅睡房。成間屋面積唔算大，但係全屋通透光猛。喺成個北木區咁罕有嘅房源，千祈冇錯過。